景东迄嘛？哎，走，很好，来阿雄。哎，哦，开车来呢。对啊，在冲绳大家都是开车的啊。你也迄久诶，用这在买菜的呢。啊，我坐在这边大概才2年多啊。啊，对，那就是在这里生活的话，还是有车比较方便啊。我有一个地方很惊讶，觉得要夹去塞茶，常常都塞车哎。因为冲绳啊，现在唯一的电车就是那霸市里面有一条单轨列车。那这个只要离开那霸市区之外呢，就是大家都还是开车为主。你买新的还买中古的？我是买中古的。哦，买中古的。对，实际上呢，这一台车我买的时候啊，大概也是10到15万日币的。那么按便宜哦。冲绳呢，这个地方很容易生锈，还有这个地方的平均收入大概是比日本内地还要稍微低一点，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买二手车。那二手车一般买的价位大概30万日币左右，所以在台湾。大家一人一台机车，那在这里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人人一台汽车，对，就大家。今本夜要带安尼意识去那瓦嘅行动，係特別睇嘅客家人，對台台生命可行嘅變樣嘅嘅，對事物就動好奇，行卡有穩病來騎嘅身體。一擺要帶安尼去拜訪較少年去嘅去那瓦北部，擁有豐富嘅人文和自然生態。我認識一啲安家嘅島，亞飛就會要金龜元城哦，金龜元城基。对，这个是以前这边曾經有一個王國，叫北山王國，那這個是他們的王城。那現在啊，在我們兩邊這邊有很多這個綠色的植物，這些都是櫻花樹哦。櫻花樹哦，櫻花樹，真的假？真的真的。Okinawa因為有櫻花呢，所以這裡啊，就是日本最南端的賞櫻景點。我還沒有看過櫻花長葉子的時候，第一次看到。唔好講含底下係櫻花呢，其實石頭哈，按你堆起來風勢，不知道有沒有一個規則。像這種石頭的堆法，因為這是很古老的城，那這個呢就叫做野面積，那或者叫野面積。野面積，對，日文諾茲拉茲米，或者是叫亂積，就是亂亂的把它堆一堆，亂堆就錯嘅啦。嘿，對對，就保持石頭原本的樣子。樣底有幾多年呢？哈，最早的時候是13世紀的時候蓋的，那13世紀最早的時候是圍欄。那到14世紀的時候才開始有這個城牆蓋起來，他們有這個城牆啊，其實也就代表他們的國力開始比較強了，興盛，對，興盛起來，那他就開始對中國朝貢。15世紀、16世紀的時候就開始就打仗，跟中山王國打仗。哎，古時候也沒有琉球王國呀。我們平常講的琉球王國，其實是在最早的3個王國統一之後叫做琉球王國。那在之前呢，在北邊有一個北山王國，那在中間有一個中山王國。那在南邊有個南山王國，對對對。那南山王國它的首都在現在的細滿市的地方，那中山王國就在首里，就在首里城，對，首里城。那現在這個地方就是以前北山王國它的首都，對，就在這個金龜人。古時候要琉球沒有幾個戰國時代就超嘅。以前琉球有這麼多個王國，那他們有蓋了很多很多的城，那這些城啊，還有裡面的御嶽，就是他們的祭拜的地方。然後還有一些他們的像是墳墓啊這些，現在全部都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編入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裡面，對，叫做沖繩的古城和相關遺跡。喺山王之上嘅金龜岩上，一出本日喊做嘅北方嘅泰山，重長嘅城牆有1.5公里，因為許多石山黨變做係天然嘅保護，所以本日喊做係南港打唔落之上。喺網上哦，個個看得下去，就得看清金龜岩上附近嘅群山，遠遠看過去嘅海膽島橋，留去那話北部嘅山海太景看到清清楚楚。要真緊呢，好要石牆安用，東涌嘅太略嘅萬里長城用誒。那這個海啊，它隨着它深度還有底下的底質不一樣，就會有不同的顏色。的那些褐色的部分啊，底下是岩石或者是珊瑚。你也是懂很多哎。對，因為以前也是做過浮潛。跟秋紅一本發共多案吼，你學了多久？你原本就喜歡日本文化才去學日文嗎？剛好在我們大一的時候，就是系上規定必修，一定要修英文或者是外文。那外文其實也沒有其他的語言可以選，就是日文。那修了2年的課之後啊，就覺得還是多學一點，讓它更有實用性一點，所以就繼續再自己買書來看。
那时候学的时候，英国没有凶都会来日本工作。没有想到，完全没想到。实际上，我这个人到25岁都没有出国过。哦，是哦。对，那我就觉得好啊，那我就出国看看好了。就刚好认识了上一份工作的那个公司老板，然后他就问我说，想不想去冲绳？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浮潜跟潜水公司的就是行销推广，然后顺便就是偶尔到海边翻译，那最后就自己下去海里面带客人了。跟你亚因为了做这个跟摄影、婚纱摄影有关的工作。其实不管是在海里面看鱼啊，或者是我以前学生物学，或者是现在拍照，其实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事情。亚呢这样子历史的自然文化遗迹，英国没有懂也都要翕相哈。这个地方确实会有人在这里拍照，这个就是结合了这个地方冲绳独有的文化景观，然后还有一种历史的这个氛围。就有像台湾也有很多人喜欢去遗迹拍照、废墟拍照。头摆對日本嘅堅持，變做嘅行動來到也做些嘅紀元，這樣時當後嘅一日，大量嘅行動啲離開米水店嘅頭路後，探一個分散一樣嘅領域。不過，就算彎嘅頭路，行動對生態還係當一情。為到本人呢，感受沖縄海洋嘅獎，佢覺得人呢以北部嘅水族館來看一下海洋嘅繽紛多彩。就会可以调一嘛，那一条最大的那个。对。然后过来，就是这个金沙。他就是大明星。对，那这一条它有8公尺，然后另外一条是8.7公尺。那底部还有那个烘炉哈。那这个也是很多潜水客喜欢看的。他们就是一听到这个地方有鬼蝠红，就赶快过去那边。来这个啊，对。那这边还有一只变种的鬼蝠红，它是全身是黑色的。那这个也是很少看到的。那在这边的红鱼，也有一些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出生的。那这个也是这里富裕出来的吗？金沙？哦，这个不是，但是在金沙他们在这边也在尝试做这个人工环境下的繁殖，他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生出小金沙。那现在刚好这边就是1公1母，所以它到底是金还是沙？哦，这个金沙啊，其实金鱼是它的形容词，指的是长得很像金鱼的鲨鱼。哦，所以它其实还是一种鲨鱼。对。不过比较深嘛，它是滤食性的，所以它是吃这个水里面的浮游生物，它不会把这些鱼吃掉的。这个等一下饲育员就会撒这个饵给我们看，所以待会有一个喂食秀。很会喝哦，那水会从别的地方排出来的，就从鳃啊。好强啊！其他的鱼也一直在吃啊。对。沖縄美丽海水族館有世界上生態級嘅水族箱，五潮之海，用展示沖縄嘅海洋做概念，但以嚟細微嘅層層海水，拿來沖縄海域嘅原生態珊瑚，對淺灘對深海700公尺，完全呈現嘅沖縄嘅海洋環境。本冇辦法親身落海嘅人，未做得看到五潮嘅暖流。帶俾沖縄豐富嘅海洋生態。有懂得熱帶魚呢哈？對啊，這個真的就像是海裡的熱帶雨林一樣。還有很多種類的珊瑚哈。對，像在這個地方啊，這個珊瑚總共就有70幾種，數量非常的多。那这里面的这些鱼啊，就是看到这种类这么多，可能会有人想说，真的我上到海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种的鱼吗？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是看得到的。看得到。对，像以前啊，做给潜水导览的时候啊，应该在真正潜下去的时候，应该也会跟客人做一些海洋保育的解说。其实大部分的游客都知道要保护珊瑚礁，要爱惜这个海里面的生态，因为通常就是因为很喜欢海里面的这个美景，所以才会来玩。会不会有人会忍不住想要碰啊？或者是想要我们这个贝壳很漂亮带回家，珊瑚很漂亮带回家之类的。有的人是想要保护，但是可能他就不知道这个是珊瑚，因为有的珊瑚种类这么多，各种样子都有。或者是像说图面镜上面这个防起雾的这个喷剂啊，那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是那么天然的成分，那可能会可能对这个海洋会造成污染。那其实很好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是用口水，其实只要口水涂完，海水冲掉就有效。
然后还有防晒，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这个防晒啊，就是防晒油其实到海里面，但是这个就是还有一点争议啊。那我觉得就是最有效的方式，像我的话，我自己是穿水母衣，直接穿衣服防晒就好了。可是如果可以宣导的话，就尽量让所有的游客对都抵岸泳的讯息。对。全力发展观光的 Okinawa， 一年有超過800萬人客嘅來到，咩因為岸洋破壞海洋嘅環境，無談一時嘅呢篇，喺拜訪強嘅海洋嘅同時，沒有遵從生物嘅生存方式，喺觀光和保育之間都潛到平衡，可能就會引起大家做得輕一點嘅細細嘅心靈。我以前在宫古岛做浮潜的这个宣传的时候啊，客人也都很喜欢看海龟，几乎是只要哪边有海龟，大家就会想要去那里。其实他们现在在海里也有很多的生存危机。这个海龟它平常是会吃水母的，对。但是如果像是透明的塑胶袋啊，到海里他就以为是水母，对不就会对？以为是水母，然后就会吃掉，然后肚子里面就会很多塑胶袋就会死掉。实际上海龟啊，因为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天敌也很多，那原本要长大变成这么大的海龟就很不容易。对，那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污染的问题，那造成他们的死亡率又更高。所以其实看到每一只大的海龟都是一个活的奇迹。因为像安尼生态的态度是底度哈，安尼印堂讲要搞个形上讲要保护海洋，要保护大自然，可是安尼真嘅唔敌用来做。那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丢在大都市里面的一块垃圾跟海洋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其实每一次只要风大的时候，或者是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些垃圾它就会往河里面流，流之后它最后就会流到海里面。这些有的塑胶的垃圾，它到海里面之后会经过风化，变成很细小的粉末。那这些就被海里面的鱼吃下去。那人再去吃这些鱼的时候，其实这些垃圾最后就是再回到人的肚子，就经过食物链又再回到自己人类身上。对。就你刚刚讲的哈，就塑胶袋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用塑胶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地方会注意耶？如果是在海里面啊，就是浮潜去看到海龟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有的人看到海龟很兴奋，就会一直追着海龟走啊，或者是去抓着海龟游啊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发现海龟，代表这个地方对于海龟来讲是适合它们生存的地方。对，那如果一直去打扰它的话，它能够生存的环境就越来越少。海游也很喜欢喂食啊。那在冲绳这个地方有很多区域，现在已经是就是开始宣导禁止喂食，因为我们不可能很均匀的喂到每一种生物，那一定是某一种生物会受惠，那某些生物就会受到竞争被影响，可能慢慢扩张下去，就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系。还有其他的行业没有可能的改变。看到水稻天天的树底嘅海龟，大海留神秘嘅一切就空地水平一下。咩老可能受到嘅灾难恐嚇見定，行一轉水族館，要本來對保育環境有較深嘅感想。離開水族館，接下來見到帶安尼去Okinawa清北片嘅骨頭村，聽得日嘅朋友去拜訪肯定有人氣嘅天氣。这边就是山原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心。那冲绳啊，除了海里面的动物很有趣啊，这个在路上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动物，这边的特有的动物，特有种就对。对。然后今天呢，我要介绍一个就是在冲绳工作的我大学的学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自然保护馆。学姐你好，立刻被不要再叫你学姐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叫山原吗？山原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地名。它其实呢是代表了，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讲鳌刷，所谓的预约就是在冲绳话里面是他们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参拜的一个场所。冲绳是信自然世界的一颗石头、一棵树、一片叶子。阿翔，你看这个，可以摸，可以，这个摸了会开运，赶快摸，赶快摸。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地名，它其实呢是代表了，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讲鳌刷。其实如果你上 Google Map 要找山原，对啊，找不到这个地方。那现在呢，就是冲绳森林保护的最完整，然后我们这边特有种生物也最多的地方呢，就是大一味村、东村和
国头村。那这3个地方呢，统称就是山原。那像是很有名的有一种不会飞的鸟，它的名字叫做山原水鸡，是因为呢，我们山原地区它没有大型的肉食性的掠食者。所以因为它没有天敌的关系，基本上在陆地上跑的意思吗？对，但是它晚上还是会在树上休息。那你要不要猜看它怎么样？对，它怎么上去？它怎么上去？用它的那个爪子。对，你看它的那个脚非常粗，尖哈。所以它那个腿的爪子非常有力。它那个树呢，大概45度、60度左右树，它就会直接走上去。它的活动是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你就看到它走到路旁边，然后它就会找食物吃、找虫子。它虽然没有什么大型的天敌，但现在有天敌。你觉得它现在的天敌是什么？现在开始有天敌，人类吧？一方面是人类，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流浪猫和流浪哦，他们会去捕食。所以现在我们山原地区，它有在做这个数量监测。老金东同喺台台城口那边一个玩鱼，此时就动好养我嘅观察，喺讀碩士嘅期間，大家識到琉球大學做教本學生嘅，研究Okinawa旅遊池嘅爬蟲類，同甲伊產業地區嘅佢，也下面喺啲嘅做生態旅遊嘅討論，對當地生態都有研究。難得來到Okinawa嘅北片，就停好金東老玩魚，到北部嘅名山太sắc靈山探險去了。山原国立公园大石林山哦，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了嘛，对不对？刚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有非常多的那种像石头山一样的地形，其实它的缘由就是石灰岩地形啊。那冲绳的石灰岩哪里来的？珊瑚来的。专家。真的假的？哦，对，没有错。那因为不只是一颗石头山，是很多这一整片都是。所以这边呢，我们刚刚开车过来看到的时候，也有看到后面有一片山，是不是它的造型特别奇特？看过去是一个躺的观音样哎。这边呢，就把这个神，他们就叫做这个阿西木伊御月。所谓的御月，就是在冲绳话里面是他们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参拜的一个场所。在这个传统琉球信仰跟日本不太一样，冲绳是信自然世界的一颗石头、一棵树、一片叶子，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神像的样子，就是可能是一个石头啦，对，或是一个觉得是神木的意思这样子。阿翔，你看这个，所以这就是他们拜拜的地方。对，没有错。那像可以摸，可以，这个摸了会开运，赶快摸，赶快摸。这个它是方解石的结晶，其实它的成分就是跟珊瑚礁啊、钟乳石一样，对，都是碳酸钙，那也算是圣地的象征，所以很多人在这边就会祈求可以开运这样。像这样子，其实它是特别装饰，然后给这个观光客，其实每个人感觉到的灵力不同的地方，就可以成为它的一个祭拜的一个场所。所以像这样子一个个人的祭拜的场所呢，我们在这整个圣域里面呢，发现了大概有60几个像这样子，这么多，所以有60几个像这样，可能是石头，可能是一棵树的这样子。对。回到骨頭村嘅太sắc靈山，係2億年前嘅石灰石層開起來嘅，經過嘅長時間嘅侵蝕，變做係一下40年代嘅石山。主題做地遠看到Okinawa清北片嘅蝙蝠甲，聽到話語去發現山塱度一度嘅氧氣啊！比較多的攀蜥，它的顏色比較不會這麼亮。公蜥它是要炫耀給雌蜥蜴，我的體色很亮，我很健康，我很健壯，跟我會產生健康的子代。但是母蜥的話，那它們就是會抱這個蛋嘛，所以要隱藏的比較好，所以它們的顏色會比較保護色。那旁邊那個綠綠的呢？那個是什麼？那個叫做煙管蝸牛，你看它可口的地方有一點那個凸起，幫助它就是卡住那個樹的凹凸的地方。真的懂很多哎！你之前在台灣就是念相關的嗎？對，我之前在台大的生命科學系，然後研究所也是念相關系所，那一直都是對動物啊，還有就是自然保育這方面很有興趣。平常呢也很常就是出野外做自然觀察。
那可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冲绳？你为什么不是在台湾？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来日本旅游的时候，买了一本日本的2爬图鉴，因为很喜欢蛇和青蛙，然后就看哇，里面所有东西都在琉球群岛，都在什么岛什么岛，然后我只要来琉球，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动物，结果发现其实这些岛都还离蛮远的，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对，但是其实也就是跟这个岛屿它的一个自然隔离、天然隔离，造成它一个种化，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那还有第2个部分，那为什么不在台湾就在冲绳做？那其实是讲起来有点感伤，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话，这方面的这个市场还不是非常的成熟。那我们国民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个台湾对，然后去看当地的生态，去了解这边的一个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形式，还不是非常的发达。但是在日本的话，尤其是以山原地区，这里不但是国立公园，而且明年有可能会登记做世界的自然遗产。所以这边的话呢，它就是以一个非常具体的，我们保育了很多的动物，所以我想一方面也是可以加入现在这一个环境，然后把我学到的事情呢传达给台湾的观光客。你知道有的时候台湾观光客来了日本，那他们带回去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反省，可能会思考，那怎么样在台湾可以改善台湾的一个自然环境。我想希望自己做的事情也是间接可以帮助得到就是台湾的自然环境。有下一步计划吗？我目前的短期规划的话，因为还是希望说是这个地方它会做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嘛，对。可能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地方有一个使命感，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离开山原。那我当然希望你已经对这个地方已经有使命感了。我会觉得说，冲绳的自然保育第一人，我就是要做这个中文，我就是冲绳的自然保中文第一人。对，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其实这样是一个怎么讲？这样就不算是资讯有扩散出去，所以其实我是希望不止我，越来越多人知道越好，最好大家都可以讲，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也是一个好像一个必去的观光景点这样子，这样才算是真的有做到教育推广嘛。只有我知道的话，这样其实不算什么。关于对山原天气的坚持和热情，我们看到山体生态人的浪漫，多变的 Okinawa 又算唔清本应咸咸的自然之山。咁要希望人的拜访，做得上到行较多人来认识有丰富自然生态的山原天气。同样，喺生态人转变过来的行动，也对外藏的人生有用百年的感触咯。人生中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一种累积啦。我听从10年以后来看哦，它其实搞不好都是一个人生的累积到一个阶段，再累积到一个阶段，搞不好10年以后它才开始发酵。因为你知道来这边工作有没有对你产生什么样的改变或者影响或变化？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就要打算一直就待在冲绳？我自己的想法，我是不太考虑说这边是另一个国家之类的。那当然，它跟台湾比起来比较远。但是像我以前在台湾，我也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住过龟山，住过新庄，住过台北，然后现在搬来这边。那以前住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有没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就要一直待在这里？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那只要有办法说在这边工作，那我在这边我就是日文我也讲会通。那其实我觉得说有比较好的工作，比较好的环境，那这个地方有你想要的东西，有喜欢的这个工作职场，那我就去啊。那这边有想要追求的东西，那我就去啊。对，像我以前我在拍照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说拿摄影当我的工作。那我大家的听气听听。对，学日文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说这个我以后会到日本来上班。但就是现在我就是在日本，然后我当摄影师这样子，那也是蛮有趣的。那像我现在一路上做了这些选择，那到现在这边，其实我也不会说觉得以前有什么浪费。那当然，我不会说所有人都应该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对，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环境。那我的话，我是很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朋友，他们能够接受我说从台湾，然
然后到这个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不太能够见面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工作这样子，那能够让我做这个很多不同的选择，那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跟不同的尝试，那才可以发展出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说不定我之后在哪边再看到阿翔，也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发展。对，搞不好我们以后工作上会有接触。说不定啊，说不定。搞不好有摄影师就变成你。到时候请多指教。没有，不要这么说。伫铁球村的亚视台，国家体育唔会再个限制自家嘅发展。来去那话，我看到成一台客家人咁来前线生活嘅勇气，人生嘅体验就伫3萬嘅當下。祝福見到喺南北嘅路上就做得堅持初心，歡喜享受人生嘅每一個時刻。不過，沖縄一塊充滿活力嘅土地，除咗係成一台人做夢嘅地方以外，還有當多嘅客家人喺遐打拼嘅結合生源嘅。聽佢打造，就要來去那下地區嘅果菜市場，留一啲3萬嘅鄉親見面了。咪咪姐，安怎？哦，也種當日起嘅菜哈。嘿啊，來買菜嘅菜，佢說呀附近全部就係市場係啊。嘿，好啊，我等下帶你去看一下。好啊。市場上看一下冇按多人哦。那個早上5點的時候就很多人，菜也很多。4點5點哦，這裡都在動，很多嘿，就很多。因為要係批發市場啦。對啦。你當你早上幾多點啦？我差不多5點回來這樣，我都很早起來。今天是為了配合我。對對。所以呢，不可以買唔到，你都買菜嘛。不然因為有事先跟他訂的。哦。沒有訂的話就買不到了嘿。因為他這裡的菜是最漂亮的，你看。所以他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到處要去找菜呀。你看這空心菜有多嫩，摸起來就好想吃。他這家的菜，你如果沒有先跟他訂哈，你拿不到，嘿，就沒有了。嗰時候買就會有品質保證的啦，哈。對對對，跟他買很安心啦。但是他沒有的時候，我就很糟糕，就等一下還要去那邊找。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它的品質就完全不一樣啊。哦。對不對？これ見て。これなってるわけ。そうね。そうかね。台雞啊，有發現伊厝邊來買菜啊，裡面有瑕疵，故所底下對老幾 complain 老幾講。あとでね、それまた後でね。8玉あるじゃん。まずこれ4500円買っとこうね。まずね。じゃあ1ケースもらおう。他還我昨天的錢。做事情面都有信用哦。對呀。然後我再跟他交際，再跟他買一箱，雖然很貴，這個這樣一箱2500塊日幣。2500塊幾多錢？800塊左右。咁貴啊！對呀。成發整件當有名的當多年了喲。對呀，這個是在我們 Okinawa 8大神社裡面哈的最大的一個最有人氣的神社啊，觀光客都會來。就像以前就按多遊客就會來，沒有那麼多。沒很多哦。現在真的是很多，來到這裡都聽到中國話。這個這樣一箱2500塊日幣。2500塊幾多錢？800塊左右。咁貴啊！對呀。錢要特別一定要差不多5升元，係嘛？它有時候會很便宜，便宜的時候一個日幣100塊、200塊這樣。哦，就同他們差不多。幾像按樣，當你來買幾多年呢？是6年前我開始接團課的時候，我才自己來這邊選菜，因為量比較多。就你親自來把關。對對對，都是我自己來。那創作料理就不用，就在一般的市場，有時候我會找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菜的，那個要做料理用的。做完出頭落降嘅鹽味飛太子，係高雄嘅客家人，都動其特殊嘅時間認識嘅前夫，被愛嫁到Okinawa，雖然後來婚姻無體，不過遇到一雙子女，佢還係留到冬天來打拼，一下專門為台灣來嘅旅行團準備料理，當日打造就親身去市場拓食材，係佢對料理品質嘅堅持。以前我還沒有做團體的時候，我也都他會要求我做一些菜來罵他。唔攻破本件賣啦。係啊。一隻市場有幾多年呢？65年。65年。哦。
他的先生说有100年了啦。这个是从 Okinawa 的县的最早的食品提供的一个场。青州的叫丝绸，像吉亚德啊、富宁嘎早上那些妈妈要买菜，就大部分不是来这个市场，不是来这里，但是知道的人会来这边买。零售没做得买啦。对呀，没做对。来，我怕讲，おはよう。おはよう。妈讲过几难年？他在这边65年了。哦。65年。几个有八酱油？他从这个市场开的时候，他就来卖菜，卖到现在。哦。わかりました。我问他有没有赚到钱，他说有。有。我把酱油买一裤子，一裤子。一裤子嘛？我问他几岁，他说他不告诉我。难的意思啊。他说他长得不好看啊，他不敢讲啊。来这边有台湾那个啦。莫看免费经营细细杂的哦，杀动流量，动有法律。伊讲哦，为保持法律的风色，就会将Okinawa老人家来好，食多老欢喜做多老的精神。打造透过强菜，还会夹夹去当地的鱼市场，托清奇的海产哦。这边没算呢，批发市场也还观光市场。这是批发市场，批发市场是批发。我们也懂得观光客呢。对，最近因为真的是观光客增加的太多了，而且人家看网络都知道有这个地方，他们都会自己来。还有要网络，他懂风边哦，对啊，对啊，他们都知道。跟你大概了要买什么样的鱼？我要讲买一个鱼叫曼带，曼带的鱼，他做沙西米切起来的剩下的那个排骨，我都会买那种鱼。因为那个曼带的鱼，它非常的就是没有鱼腥味，放在锅里面哦，通通没有鱼腥味。猪头跟它没有鱼腥味。对啊，而且那个肉很嫩，肉非常的嫩。我都在这家买，像这种鱼哈，它有骨头，但是不会很细，才不会造成说会梗到喉咙什么。所以这种鱼又新鲜就可以。我就买这个，这有我都会全部买起来。可是今天只有2盒，啊2盒不够的话就买尾鱼这个来补，因为这个也很新鲜。颜色新鲜的就买啊，要不然固定的这里面没有，也别的地方也买不到。大姐选货都快准狠了哈，宽豆就拿去了。嘿呀。现在过去那一家哈，就是我固定的，他都会给我保留。好的。阿里巴斯哟。阿里巴斯。哇。还是一点点而已。只有今天只有这些而已。这样很多了呢。有这样我今天就够了。很新鲜的，那都是今天弄出来的。第二個之家，大約10分鐘車程嘅北港魚市場，除咗提供唔善太賣，未提供一般人客唔成日到料理。雖然打造就按你照上照下，不過對免費子來講，海鮮輕鬆嘢就係嚴密，9分材料1分功夫。切食材雖然要花時間，不過被清有效果。清好食材就準備整春湯來開工了。感覺你也很熟練，你來幫忙很久了。學習能力比較快吧。學習能力比較快。像媽媽。那像你回來做這個，等於是從小就看媽媽在做了，所以你應該都算很熟練了。還好哎，因為還好。小時候我媽不太會讓我進廚房啊。你會覺得做這個很累嗎？是很累啦，可是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那媽媽有訓練你有沒有特別的嚴格？有都比較嚴格，對自己也會比較嚴格一點，對不對？免費子嘅妹嘅第一課係成功大學專門嚟畢業嘅，因為唔盼得阿妹按辛苦，佢天我做不下天數，留免費子來學廚藝，要學做生意，實做嘅時節咯。啲短短嘅時間就要滿足咁多嘅人客，做下做嚟講係無限次差哦。這樣總共有多少人？28。那28個就一次進來呢？哈。對，一次進來，而且一進來是非常熱鬧的。聽到那個聲音，我們就很緊張，就是要讓客人馬上可以吃到他們。不過老師嘛有問題，
一次进来28个人，那等于是一次就要煮28份面。对，这样怎么会来得及？我们烫一次面是2分钟，而且烫一次可以烫12个，烫2次4分钟，我们就可以。要把它算好。对对，所以我们这1个小时就好像在战争，分秒必争呢。分秒必争。也的是退了，让另外一团要赶快红包把对外团要整理好，另外一团才能进来。半夜喺 Okinawa 旅游东方嘅季節，人哋嘅要求、食材嘅採買，對傳統來講就係富士嘅太空門。每鋪就動用型嘅米飛機，其實係當無限嘅。不過為到安尼來拜訪，佢接起咗出汗嘅相片，會帶安尼去 Okinawa 輕鬆歡陽嘅神沙一行一轉。呀，神沙真見當有名的當多人了喲。对呀，这个是在我们 Okinawa 8大神社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最有人气的神社啊，观光客都会来。那今天你看人那么多，可能就是邮轮的客人也都会来这边参拜。就像以前就按斗游客就会来了，没有那么多啊，按斗哦。现在真的是很多，来到这里都听到中国话。有冇人都波上講係因為麻煩農啲嘛？因为波上是Namino Uwe 是这里的一个地名，这个地方的地名，所以它可能就是波上宫，就是这样。聽名。我也不大，这没有说很清楚的意思。唔咩懂無限啦，嗬，應該咩冇時間來聊。嘿，我托你的福，可以來這。對呀。一般的神沙一開始就會先來射數，好，先來開始。這個就是右手搖。右手。然後洗手。先射左手。然後左手。洗，漱口。哦，要漱口。然後這個要把它洗一洗，洗一洗。啊，你有槍力咧？一擺。係啊，來。啲病工黨嘅脖子上揚，係頭班人長期落時嘅祈禱嘅身體。此故來往琉球嘅船呢，就會啲那下講夜夜來拜呀。祈求航海安全，和感謝海神的保佑。無限的貴州神啊，總算有時間做得好好來談太子啲 Okinawa 的故事哦。跟啲台灣以前就會做事的哦。來做代書怎麼說？代書？哎呀，有沒有查案件哦？跟代書在做辦公室的呢。對呀。跟人家做事就全部我去買車，我去做嘛要招呼客人，我嘛該講冇共用哦哈。冇共用啊。跟用那個琉球開始會做事的呢。我能做的，我字也寫得不好，日文也沒有說很行，話不通你去做什麼事你都沒有辦法去做，所以我只能工作的就是做料理啊，把我媽媽教我的料理拿出來。客家人的料理啊，包粽子，這剛開始包粽子，包餃子啊，包餃子，包春卷啊，都是自己包自己做，那個就是做手工的，真的是苦的時候都一個人就跑到那個沒有人的地方就放聲大哭啊，因為這裡的人你也沒有辦法隨便說去訴苦，告訴人家說你的苦啊。那只有往肚子吞，或者是跑到沒有人的地方，自己去哭一哭，眼淚擦一擦，然後又再努力啊。嗰時節清苦嘅時節，有想講，我轉去台灣嘛，也係講打電話回去跟爸爸媽媽訴苦啊，要跟朋友訴苦啊，有嗎？我一訴苦，他們說來到這邊為了就是為了生活嘛，我一個人包不來。半夜包的我自己都哭了。我想說，我為什麼會跑來這裡包粽子？我知道他常常在哭。常常在哭哦，你有偷偷發現哦？我一訴苦，他們說。真來。老你講唔好，你就愛。他說：“這樣你不要去外國，去那邊住，你就要。可能也阻止不了我，也稍微跟我講一下而已啦。因為我可能是很強勢的一個女孩子，年輕的時候。佢有這個想法啦，想法用來做。對。來到要按多年呢，有冇該人生中的貴人？我回想起來啊，我一路走來的貴人真的是很多。
像现在我做的是团课啊，我也很感恩这些老板提拔我，他喜欢我的料理，然后信任我，就是把团体交给我做，所以我都尽量要让我们的客人进我店的客人都能够很满足、很满意的，不要有客诉的范围内，一直在努力。然后我就认为说，这是我唯一报答他们的一个在工作上报答他们的。感觉你现在是一个。好像在工作里面，就是你可以得到快乐，得到乐趣。对，是真的是这样。那以前真的是为了经济在工作，现在是为了兴趣在工作。要真经哦，要有人生历练的演唱讲会出来的发呢，才会就是你讲出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深省的2句话这样子。冰下的后生世界的唔甘言，清空的内心的烦恼老不安。勇敢地克服的心情，认真快乐生活的当下，是行过艰难人生路的米菲子深沉的感触。看到这一段人生路，又心酸，酸的又甜的。我一直都有我的梦想，所以我就会到处去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实现我的梦想？所以我都会看哪一个地点不错这个地点不好做1年没有赚钱做不起来，我就会马上把它结束掉，然后再找一家店。从中部这样一直来这20几年、25年之间，我全部做了11家店。11家店，11家店。这个房子就是我在这里起家的，我在这边做料理。然后我孩子都住2、3楼，就在这边把他们养长大的。就是人家讲的起家厝，起家厝，对，有很多的回忆的对呀，我好几次因为很想，就是把它卖掉，然后把银行的贷款全部都付完，就是轻松一下，落得轻松。可是舍不得，非常舍不得。然后我要卖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说，so ga。我们没有家了，他跟我这样讲，感伤哦。对，就有点感伤，说我们没有家了这样。我听到2个孩子这么讲，我就在努力。到现在可以说就是也是托我们台湾乡亲的福，有托大家的，大家都来这边观光，然后他们进我的餐厅，然后这6年来，我们就一直都很安定的在做这种服务的工作。你会好好珍惜一下你身边所有的东西啦，对，已经不只是吃的啦。以前我的观点就是说，只要我身上有钱，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得到，所以我就努力赚钱，努力一直要赚钱。现在我感觉说，我们能买到东西，不只是钱的力量，就是说有这些人，很多人在背后努力，不是说我有钱我一定有饭吃。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说真的就是要感恩。我现在还不觉得我是成功的人。但是对我自己的人生，我认为我很满足了。我吃过很多苦，可是到现在，我走的现在的路越来越平坦，所以我觉得说，我现在非常的幸福，我很满足我现在的生活。入夜過後，春堂又開始鬧熱起來。不過心境早就轉變了。雖然無限的幾日，米菲子還係帶點親切嘅笑容喺現場招待人客。佢講做得服務就會幸福，行家唔是講做料理就做唔得咁艱苦哦。你從細就老給講華語、講中文係嗎？講台灣話啦，我媽媽都跟他講台灣話。哦，我媽在這裡啦，過來這邊。哦，她幫我照顧他們。過個時間，媽媽過了鴉片，應該也幫你很大的忙。對，她幫很大忙。她在這邊還會騎機車。有時候我看看鏡子，我會覺得我很像我媽媽。所以媽媽也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對，她很勤哦，她什麼都會做。你過來天數唔幾多年？10年左右有。10年面懂幾位哦？你係咪有啲東西就會留給學嘅？像我們那個茄子煮高讚叉啦，吃過嗎？你吃過嗎？有啊。這是我們客家菜啊。青蒿生。還有綁的粽子啊，我們都把它學起來，我都把它。也不是說在台灣學，台灣不會去學。來到這邊就是為了生活嘛。剛開始，要去參加一個那種展示會，要200-300個粽子，我一個人包不來，半夜包的我自己都哭了。我想說，我為什麼會跑來這裡包粽子？
妈妈包粽子在哭的时候，你有？他很小，刚生出来啊。我知道他常常在哭。常常在哭哦，你有偷偷发现哦？那你那时候有去安慰妈妈吗？还是有偷偷问她？因为他都躲在自己房间哭啊。不是我给被你看到吗？我是有听到。当然，这因为这边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很少啊。日本人不大爱跟人家讲自己的心事啊。那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去讲给人家听。你跟阿妈亲吗？有常常打电话，很亲哦。有每天打电话回台湾，跟阿妈讲电话吗？阿妈没有电话。阿妈没有电话，已经到了没有办法使用电话的那种阶段了。可能听电话有点听不太清楚了。有一点，他中风了，现在在。还是你想跟阿嬷讲什么都可以讲，电视会播出，对啊，阿嬷看得到啊。哎呀，要用台语了。用台语啊。阿妈，他进来，我见到啊，煮什么讲做洋菜瓜，给我吃啦。哦。第口讲要吃你煮的咸菜干啦。妈妈加油啊！虽然经过的做一则移民嘅孤苦和漂流，不过对阿妹传承下来嘅思念和敬爱，变做嘅米菲子伫海外自家用太太细嘅重要支持。当初已经开启不卡经济嘅艰苦，都一下心怀感恩嘅甜蜜，就做得看到阿妹嘅思念和无私嘅爱。我希望啲台灣嘅葉媽媽要繼續加油哦！本啲愛種嘅愛又行得到嘅機會，留唔做盼。